即个深解意趣内底的意义呢，来做一个解读。所以讲，即个了文明内底有几个要义，第一讲一切众生该富有如来德相，对不对？所以伊迄个菩提树下证到的时阵，伊讲一切一切大地众生该富有如来德相，该因梦想即种正理。那么才有咱了解，讲佛了观音，伊甲咱讲一切众生实有不成，如来相助，无有变异。是咱本来咱拢有依得讲即种自性，在性里无较济，在咱凡夫无较点。这意思就是咱讲，迄个重点就是讲这意思。那么第二个内底，了观音内底，甲咱各界咱后世的这下本的例子，伊讲咱爱有悲咒，施心、清净自心、感恩接受、了悟的这个意。那么当然，伫遮这一段咱的伊要用了观音的这因义呢来做一个回答，伊无讲到第二点，讲到第一点到第三点，因为第三点就是咱的了观音内底重要意义好。咱不得就讲善因有义，一正常，一正无常，那么不成非常，非无常，无理之性就是不性。所以等下伊有讲到第一点到第三点的重点来做咱印度法师来问的，有啥物叫做不二法？等下伊会咱等下读的这段经文时，咱会当去了解着讲伊所讲那么当然，伫遮的咱借着这个公案。迄个时阵，因咱过去咱即阵嘛拢搁有啦，多谢谢。咱若有一间庙是有法会，咱是要互插旗啊，插这旗原仔的，就是要互了解讲，我遮有咧开法会，人了解讲有缘的呢，兄弟姊妹呢会当来遮听。那么伫这个因缘的迄个时阵，印祖法师咧讲迄个环境，那么伫迄阵安尼伫个时阵，咱咧讲法一定爱法师。甲咱真无共款啦咱即阵只要有心学习的讲师，都有机会来学习。其实也是讲师，各位先生，其实是咧成就咱人，毋是咧成就咱兄弟姊妹。各位先生，我今日只学习，其实着做大经，咱拢听做足侪摆，有时间比互较更较了解，但是或许抛砖引玉，借着无害心的来学习，那么伫这印宗法师讲了观音的同时呢，就插旗丸啊，插旗丸啊，就是插旗啊对啊，这丸就是意思伊的旗啊，旗丸。那么呢，这旗丸就咧叮当啊，就一家人讲，风咧动，风咧叮当。但是有一个讲，毋是旗啊咧叮当，各位姐姐，到底两个咧相争就对啦，讲相争两个人，就伫遐相争，争来争去。毋知啥物人对，议论不已，就是伫遐争论不已啦，那么当然咱为做主，伊听着了后，咱为大师听着了，伊是一个开悟者，伊是一个开悟者，伊就甲即两位证明讲，也毋是风咧动，也毋是旗仔咧动，也毋是风咧叮当，也毋是旗仔咧叮当，是仁者心动。那么当然，伊为虾米讲仁者？仁者就是两个人，对不对？那么而且伊的意义是对于即两个修行人的一个尊称，就是恁即两个人的心咧动，毋是甲旗仔动、甲风动拢无关系。那么当然伫遮伊已经讲着善意了，这是上总的一个公案。那么咱有做会做孙嘛，因为这个公案呢是来方法，这是咱伫即段内底呢，咱一定爱去家体会，因为伊讲风动运动啊，要道义有心。甲优秀，优秀甲优秀。那么咱有做大师呢，伊是来做一个回答了后，真正心动是有影。经验无好歹，好歹在人心。安怎一间厝偌好偌水，顶面层有偌贵，拄偌贵，各位姐姐，只要你若倒了困袂去，这拢无作用。敢是安尼？人讲，迄落一领衫。身材若好诶人一领100块，身材婀娜多姿。若上无，做着咧笑啥？阮做着就知影讲，阮素龄姐讲甲真正有够贴切上无我即个身材。